我嘅影片催眠品牌營銷法則100條嘅課程啦，有好多朋友 feedback 話覺得好貴。係，我同意係相對地貴，比起你喺市面上見到嘅其他立立雜雜嘅課程咧，個收費都係貴嘅。但係第一，我真係覺得唔可以相比咯。Apple to Apple 咁比較咧，根本就冇得比，因為係真係市面上唯一嘅，係冇第二個課程。我自己做過好多資料搜集，呢個第一原因。第二咧，其實對學員嚟講係一個好處嚟嘅。如果我收到好平，好多人好短時間都識咗呢啲咁嘅技巧，呢啲法則，咁即係話同我啲學員競爭嘅競爭者會有好多。咁有咩意思咧？你學咗都係冇一個獨特優勢。而我收到好貴嘅原因係，第一當然係個效用係值嘅，你係會即刻學到嗰種影響力嘅。第一，第二，你可以好放心學完之後咧，唔係太多 competitors 同你競爭。日子耐咗唔知啦，譬如5年後、3年後多咗學員唔知啦。但係短期內，我每班實體課都係收12人，你定啲嚟啦。下個月只係多12人同你競爭嘅啫。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優勢。我舉個比喻啊，一個魔術師，頂級嘅魔術師，佢要教人做魔術，佢點可以教好多人呢？佢點可以收得平呢？如果佢教得多人，個個都識嘅，仲收到爛平，就人人都懂，咁我諗你連觀眾都冇啊！唔好話有 competitors 啊，即係啲 competitors 個個都識做，但係如果你多咗人識呢，我哋連你班觀眾都消失埋。因為啲觀眾都知你做乜嘢咯，仲有乜好睇咧？